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5表示，已经准备要入侵加沙地区。有报道指出，这段话讲了几多天，所以也无行动，是因为要让美国有充足的时间部署迄个地区。另外，因为空袭一直咧继续，即阵有更加侪巴勒斯坦的百姓失去性命，有一寡家庭的成员是挂上手环啊，万一呢是死亡，也通避免家己变做无命死。绑伫你手的这条手环是过身了的约束，上好是这世人拢莫用着。外口已经死真侪人啊，万一若拄着轰炸，家己被炸死，别人临死的时阵看到这个手环，才知影你是啥人，袂带伫你无名氏的冲阿波。这个幼儿啊，拄着空袭，互人救出了，赶紧送病院。加沙卫生部门离国讲，伫过去24点钟久内，总共有756位巴勒斯坦人死亡，其中有344个囡仔。当世界真侪国家的领导人呼吁停火，施加压力要求人道救援优先。不过以色列是继续轰炸，以色列叫加沙的百姓向南边走，却又搁攻打南部。国际社会认为是诡计。以军离国讲，只要有哈马斯的所在就拍，就算甲百姓南走会也是合法的目标。כבר חיסלנו אלפי מחבלים, וזאת רק ההתחלה.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נערכים לכניסה קרקעית.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甲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，以色列当局暂停沿路入侵加沙，和美国会当赶紧将飞弹防具部署到这个地区，保护当地美军。不过这也看出美国正担心加沙的战争会拖到中东地区。美国官员讲，华府已经甲以色列讲，因正担心伊朗甲伊朗支持的伊斯兰武装组织，恐惊会借机会攻击美军，将冲突扩大。以色列入侵加沙，可能和伊朗的代理人发动战争。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equally deserve to live side by side in safety, dignity, and peace. I'm sure innocents have been killed, and it's the price of waging a war. 美国总统拜登伫国家来访嘅澳洲总理艾巴尼斯见面，讲到以色列应该甲阿拉伯国家好好斗阵。伊认为哈马斯攻击以色列行动的原因之一，是为了要避免以色列甲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。另外，对哈马斯所讲的死亡人数，伊也无啥相信。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20时估计，加沙境内有超过140万人无家可归。加沙、埃及甲以色列边境的关防拢已经关起来，百姓拢吊伫咧遮，无法度离开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。